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极限攀岩高人本地今日要爬台北101大楼，不过因为落雨决定延到明仔载。中华有民众无驾照赛车，造成2人受伤，无驾照赛车累犯会照上新的道交条例重罚。巴基斯坦有人爆炸弹攻击婚礼，至少5人死亡，10人受伤。警方无排除武装组织犯案。美国极限攀岩高人 Alex Honnold 本地今日要爬台北101大楼，伫串溜冰台来直播，不过早起星期区就好。为着安全，主办单位宣布延期到明仔载。也明仔载敢会较好天？气象署表示讲会比今仔日搁较冷雨。远远的台北101大楼徛伫乌阴有雨中，有当时有云雾在洗。透过技术影像，会当看到天气并无稳定。9点之前，规栋大楼的就瀑布，也是规片白茫茫。虽然天气无好，民众也是组织伫101的四khu位，专门想要请目睭见证约翰攀岩手艾利克斯·霍诺德完成用手爬101，也毋过活动最后延期啊。如果还如期举行，你自己个人怎么看？我觉得蛮危险的吧，因为他也是有说他是做完万全准备才爬嘛，所以下雨天可能就不在他的万全准备的那个里面之中。安全最重要。说实在，今天要爬的话，我觉得全台湾人民都会觉得会比较，可能会大家都很紧张。20早起101四khu位的人，像跨年遐尔侪，董事长嘉永哲也伫面册发文表示，天公伯也建议咱改做明仔载早起9点，一切拢是台伫电台。I think it's sad because we came here and we woke up early, but it's fine because it's rainy and I can understand. Yes. So will you come back tomorrow? Yes, probably. 这是气象官本有报拜六专家沙布鲁基气象署表示，是中站分黑无线气造成的。中层云系因为散得比较慢一些，所以影响到这个各地的云量是比较阴霾，而且细雨纷飞。礼拜二天气敢会转好，气象署表示落雨比拜六较少。以上半天的气象条件来看的话，还是会有中层云在台湾上空。到后礼拜一日落进前，温度渐渐回升。后礼拜二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温度阁会渐渐降。北部、东北部会降较明显。气象署表示，低温大约是会降到14、15度，天气是湿冷形态。3000公尺的关山有蓝山落雪机会。广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华半暝12点外，一个查某人伊无驾照，也去赛车，哪像讲操作无好势，车雄正滑启动停伫咧里便店头前的2台车，造成车内2个人受伤。也这个查某人无驾照赛车已经毋是第一摆，警方按照上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加重处罚，当场驾车没收也是扣牌，也车主会连带受处罚。救护车赶到车祸地点现场，3台车拢做对，车顶2个人受轻伤，赶紧就医，好在无要紧。然后当时2位都在车上，一个在驾驶座，一个在副驾。然后驾驶的乘客他伤势比较轻，但是副驾比较严重一点。代志是第二是反正12点外，27岁姓王的查某囡仔开车沿彰化市中山路一段由南往北行驶，经过这个桥厢头前，好亲像操作无适当，向正面偏闪，大力弄到停伫路边的2台车，造成车顶2个人轻伤。警方对肇事驾驶姓王的查某囡仔酒测判定伊无啉酒，不过一个调查竟然发现伊是无照驾驶。发现王姓女驾驶没有酒驾，但是无照驾驶的情况那后续依规定自担告发。确实肇事原因还阁进一步调查，不过警方讲，伊伫2022年原来有无照开车记录，根据新的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无照驾驶为今年延长到10年来累犯汽车驾驶，除了相关会罚6万。警方原来当场禁止驾驶，阁没收车也是扣牌，车主会连带处罚。不过交通团体认为，也是有一寡无发现、无查到的。警察不会特别去在路上拦检汽车驾驶验他有没有驾照它会产生一个盲点，是他就算没有出车祸，可是他没有出车祸，不见得代表他都做对。他发生车祸是一个浮在表面上的危险，他没有发生车祸的时候，可能他
有隐藏对于交通秩序的干扰。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除了加强执法的强度，无照的驾驶人嘛，都要赶紧完成考照的训练甲听试，才会当确保用路人双方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亚太行龟山站一台资源回收车咧执勤，驾驶哪像讲向身体无爽快来奋起。提出讲，这个资源回收车失去控制，启动头前的粪扫车，也有民众咧等粪扫未负责，专业伫咧两台车中央，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亚太市长陈先进表示，会负起责任，厘清原因。监视器画面翕到惊吓的瞬间，桃园龟山区中心路上，民众当咧排队倒粪扫，后壁的主管回收车煞突然加速，直接弄到头前停等的粪扫车，那七位民众就像饼到风夹伫两台车中间，现场拢是惊吓叫声，无片是刷甲龟涂骹，看到民众想起迄当时的经过，犹原是心惊胆寒。听到“砰”一声，我就回头一看，哎呦，完蛋了！一个人被车夹到了。那个回收车的驾驶看起来怎么样？他是昏迷的，他根本就没有停，因为他的东西都在这边嘛。亚速的56岁姓吴驾驶方发现时，已经倒伫hand路顶管，失去意识。车失控继续出行的规级的时刻，一名在线民众看到，无顾危险，直接跳入驾驶座，赶紧将车拍空速，高救手动啊，才阻止更较大的伤亡发生。一看不对，他晕了。我就赶快冲上去，冲上去之后就赶快把档打成空档，打完空档，结果驾驶突然醒了。他醒了之后，第一件事是踩油门，可是刚好那时候我已经打完空档，还好。然后我就赶快把车熄火了。这个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轻重伤。警方初步调查，亚随驾驶酒测测试令，研判亲像天气冷，引起身体无爽快，造成车祸。唐局长张先正透明赶去殡仪馆慰问死者家属，除了发放慰问金，也强调市府绝对袂回避责任。不管是伤势的复原，或是后事的处理，我们绝对不会逃避。也在这边代表市府对于这些受伤或是往生者的家属致歉。我们也会把这件事情的原因查得清楚，水落石出，给家属们一个交代。警方也特别呼吁，最近早暗温差大，民众一定要注意自身健康状况。若有无爽快，千万唔通勉强驾驶，以免发生危险的代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城市德拉伊斯梅尔汗当地时间1月23暗时，迄边的和平委员会主席因兜发生自杀炸弹攻击，苏当时伫咧办婚礼，也嫌犯去到地甲炸弹崩落，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受伤。也因为当地的和平委员会遐的部落长老有公开反对武装组织，即马警方无排除可能就是武装组织的犯案，会进一步调查。救护车赶紧进入事发现场，比回婚礼现场。即马煞变甲如苍苍，正啊出现4过线。南亚国家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城市德拉伊斯梅尔汗，伫当地23暗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事发地点是当地和平委员会主席马哈尔苏德的徛家。迄当时当咧举行一场婚礼，因过相关进入婚礼场地了后，就引爆藏伫外头来炸弹，当场造成包括相关等真侪人死亡。तो यहाँ हमारे पास ट्रामा एंड इमरजेंसी में अभी तक तकरीबन 7 इंजर्ड आए हैं, जिनमें एक थोड़ा ज़्यादा ज़ख्मी है, बाकी 3 अभी तक डेड बॉडीज़ लाई गई हैं। 代志发生了后，警方甲安全部队、救援队紧紧赶去现场，将罹难者甲受伤的人紧急送到附近的病院。因为部分伤患的伤势真严重，危及生命，病院烦恼死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因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是由公开反对 TTP、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警方无排除可能是 TTP 武装组织犯案的进一步追查。另外，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克拉茨17发生的上场大火，随救援人员一直清理现场，即马总计至少有67人死伫火场。We have moved towards DNA identific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identification. By using DNA technique, we have identified 8 of the individuals. 官方表示，目前也在调查火灾原因，佮找找失踪的人，有计会为监视遵守消防安全法规甲建筑管理规范方向来调查。公视新闻台视董平友。
闽东县小琉球一个45岁唱水味的女教练，昨早起10点外对大福渔港来出海，煞无伫咧预定的时间倒转来，甲消息真着急，赶紧报案。也消防队是出动20外人去找人，不过到今仔也是无找到这个女教练。伊是透早救援人员，还有22个义消为小琉球大福渔港附近向外敲吹，因为一个差不多45岁自由唱水女教练。23透早为大福渔港出海唱水了后，煞失联。今日24日上午8时，有9分队出动4车5人1艇，22名义消配合海巡署持续救援当中。家属通报女教练23早起10点就出海，迄暗8点还未返厝，赶紧通报。累计甲单已经失踪1天。小琉球其他爱唱水的人嘛出海倒找。昨天晚上就有出船了，今天早上也有人出船去找啊，也有从岸边去找的啊，也有飞空拍机的啊。哦，这样大家都很担心啦，哈。对，还没找到了。23下晡4点半，海上有翕到浮球，是毋是这个失联者会爱搁调查？滨东县消防局表示，女教练出海原因爱搁查，第一时间举报就派5个人搭配22个义消协巡，还阁无结果。而是嘛配合海巡署人员持续出海，到中昼进前也无发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新竹市今日破坏5000块，是出动超过2000个工作人员来分现金。一个透早都有济民众排列要领钱。透早里民中心头前，就已经有民众排队准备领5000块现金。工作人员嘛伫内底无用，赶紧把现金穿好势。有民众讲真欢喜，会当咧过年前领到钱，打算好好来利用这5000块。过年要到了嘛吼对厝内底较有帮助啊，买一寡生活日用品啊，还是啥吼中的部分家己会使食一寡欧米亚个啊。5000块的话，就过年前有一些年货需要采买啊。不过因为我是有家庭和小孩的，所以我应该5000块会拿给太太。新的市长公安排来到现场，传嘉宾来慰劳辛苦的工作人员。公安指出，新的市消费金提供多元的发放方式，民众除了会当直接领现金以外，可以透过新的通 APP 来领。如果说今天实体领取真的没有办法来的这个民众呢，也不要担心，我们在1月30号到2月底之前呢，我们就是会有这个新竹通下载的数位的领取的 APP。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民众呢可以在新竹通上面去登记你要的这个账户，那他就可以直接汇款哦。这摆有资格领这5000块的人，拢总大约45万人。政府指出，为了鼓励市民支持在地消费，未来结合传统市场、商圈配合举行活动，这会来推动新竹市的经济发展。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也毋那新竹市嘉义市甲平湖县白沙乡嘛，伫今日破发现金。嘉义市分6000块，也平湖县白沙乡一人有1万。工作人员请民众当场点收现金，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嘛回馈市民。伫去年中，政府全国普发现金1万，嘉义市政府各加普发现金6000。24、25是现场领钱，为少民众透早就来排队，讲会当过一个好年。好过年，好过年。要年菜啊，逐日来领嘛，有通领我嘛逐日要来。都生活费啊，都买菜啊。但是这2天也无法度到现场领钱的嘉义市民，嘛会当申请转校。3月初2至15开放线顶申请，预定4月30就会当拨入去。另外，若是伫去年12月26进前，有伫平湖白沙乡设籍符合资格，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到现金1万。24是头一天发放日，嘛出现排队的人阵。那平湖万华乡一定后礼拜嘛要提案，对白沙乡同款普发现金1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伫去年设立专区，互民众会当去查犯着性骚扰、性侵害的医师人员，伊的名甲判决记录这资讯。也今年阁增加专区，公开不当医疗、医疗所需这的听解资讯。毋过，说干那会当查医生、去考医师、中医师、药师人员，就防证据讲无够全面。自上心理师工会就认为讲心理师嘛会受到监督。也卫福部这边是回应，会继续沟通来推动。
这阵医师牵涉性骚扰事件真侪，佮有医疗纠纷影响民众看法。卫生部去年设立医师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公开切换性别事件的医师人员姓名、判决记录的资讯，对无纳入不当医疗行为、医疗疏失等。卫生部佮设立医师人员登记决议书查询专区，公布登记资讯1月正式上线。不过，一个查发现，敢会当敲出医师、气科医师、中医师、药师人员，互人质疑无全面。跟我们求助的这个个案呢，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连结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期盼我们的专业会期盼我们的心理师是可以高度的去遵守一些相关的法律跟伦理哈。我想这个部分的一些规范或者是一些管理应该慢慢会趋于一致化。我想很高兴，智商心理师的这个工会全联会还有学会也支持这样的做法。互人算伫医师人员的心理师无纳入平台内，工会表示，心理师的专业自律同款需要互社会监督。特别去回应，已经甲工会沟通，持续推动。另外，针对登记结果公布前，医师人员还佫会当继续执业，恐惊出现佫较侪受害人。卫生部长赵宗良捌答应，要研究修法制度登记处分前的暂时性措施。我该关心修法的进度。这种权势性侵的话，或性强制猥亵，或是性骚，那我就动弹不得。可是如果说没有把我隔开来，我每天上班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惊恐，好，那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办。那隔开来的话，两边的权益可以被保障。立委认为，医师涉犯性别事件也是不当医疗行为，若是当透过修法暂时停权，限制医师职业，安尼就有助帮助有可能的被害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中贸易战，美国对中关税，对苏咱台湾济产业就要重新布局。在这个无平静的时代，靠大工起价工厂，因的第二代要安怎找出新出路？下午7点半，公视台记台청춘咱的梦来看这个头家囝因安怎面对经济的变局。美中贸易战，美国对中关税等等的问题，历史台湾济产业，国不理中都要重新布局。高雄工产是台湾真出名的螺丝壳，英国是靠大工来外销，等下这班的头家囝。要安怎伫这无平静的时代，甲脚步徛好在，是互企业会当延续落去关键的议题。阮美国才50%，欧洲40%，其他10%以前是看量啊，即马是差不多比这是咱是服务业啊，看品质稳定、交期准时，你也服务人客。传统产业若要转型，会当行的路是较有限，有的会落钱伫设备做自动化，甲产业的升级。不过，对资本无济中小企业来讲，一般拢会为成本较低、数位转型开始做。大部分的现在的2代啊，其实他们都生活在就是网络世代开始的，对网络世代，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数位化、数位转型，其实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选择等来接班的第2代，大部分拢会去参与聚会、商会，互相交流经验。因除了面对转型的压力。更较大的挑战是甲厝内时代沟通。爸母讲，我要把这个事业放互我的囡仔，我想要放互恁啊。不过其实讲来，可能80%拢无想要放吧。困难的就是毋是安怎做，是你安怎去说服因要去做这件代志。因为感觉讲风险足大的，阮即马敢若袂用安尼做吧，安尼讲的有人袂买。因为少子化甲欠工的关系。传统的制造业早就毋是少年人的选择。第2代等来接班，因要顾的毋但是生理，更较侪是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也佫有咱台湾产业的发展。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服装品牌NET 10多年来，甲家父基金会合作，帮助6岁囡仔买新衫。今年NET拢总管80万的买衫券，互400囡仔会当穿新衫过好年。在1点进行营业之前，台北市东区的NET门市提早予台北家父中心100多户的小组家庭伫店买物件。小学生林德华甲弟弟因为爸母爱上班，由阿公阿嬷带来。为什么喜欢这件？我觉得这件很好看啊。2件外套嘛，1双鞋子嘛。对，是保暖为主，是不是？他们小孩最闲啦。哪管哪景，这20分钟真侪家庭搬的哪拢是衫，也因为一名小组囡仔是2000块的提汇款，有妈妈提出计算机做好控制。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点钱，快到1000块。那今天挑了几件？2件。
你只挑2件吗？对啊，我只挑2件啊。那妹妹挑比较多，妹妹挑4件。因为我们都穿2手比较多，快过年了，其实就是到时候就是花费会比较重啊。林小姐讲，3个囡仔平时以二手衫为主，今年过年有新衫通穿，感觉欢喜。黄小姐也有3个囡仔真珍惜这个活动。很有帮助啊，因为你像我是自己单亲带3个小孩，我爸爸是车祸，我妈妈是胃癌，所以带这3个很累很辛苦啊。如果有资源是很好。家福基金会指出，买衫活动已经是家福庆祝年度上期待的活动之一，也毋过名额有限，主要是以囡仔的人数、家庭功能、感时健全等去综合考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土豆鸟主要是分布伫咧欧亚大陆甲北非。逐冬的11月到甲过当年的2月，会飞来到咱台湾过冬。也土豆鸟这个名毋是乌白叫的，因为因上爱晓伫咧森林的土豆田来找食，也今年就占8成以上。头壳顶乌毛翘翘，脚只有土色暗青色，身躯30公分长。伊是台湾当季接看的豆鸟，定定规定休伫森林顶地农田，家伫土豆园找食，叫土豆鸟。今年经过林保署甲森林馆野鸟学会做普查，记录全国差不多有14652只来台过冬。总共记录到14652只，其中以云林12351只为最多。依旧是小便痕数量分布最多的区域，显示小便痕对于栖地的忠诚度。小便痕每年11月到隔年2月会大量聚集在云林的土豆田里。森林馆野鸟学会表示，学会为2009年开始推展森林馆土豆鸟普查，到2012年，成都所加入搁扩大普查范围。今年是普查第18年，有全台200外鸟仔友，分别伫云林、彰化、宜兰、台中、嘉义、花莲、台东等7县市观测，森林馆占8成以上上济。在地的青农去讨论说如何让他们去做友善耕作，让土地的这些农药的使用，或是这些化肥的使用量降低，这个对土地来讲，那是一种休养生息，然后小便桶就会有很多的食物吃。森林馆野鸟学会表示，土豆鸟会经离人丁较远的所在，而且较叶贴的田去找食。虽然今年全国记录到的数量比去年减少1000外只，不过是属有合理的误差范围，也会继续推广友善耕作，维护土豆鸟的生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欧洲克罗埃西亚因保养身体方式，就是咧赶人去海里游水。即马都有业者推出行程，招游客甲当地人做伙伫冬天游泳，感受冰海水的刺激。排队行落楼梯，浸伫咧冰凉的海水里，大家是笑眯眯。去到埃西亚沿海的城市欧帕提亚，每一年上届受到关心的活动，就是寒冷的天气到海里游水。当地民众讲，这项活动已经办22年。最近这几年，各有饭店推出观光行程，要互旅客体验看卖。Bin neu geboren. Wie jung. Wir schwimmen auch zu Hause im Wörthersee. Und da ist das auch ein tolles Erlebnis, im Meer zu schwimmen. 推广寒天游泳的海鸥协会讲，这会员已经有会身体游玩真勇行，看会出寒天游泳对身体有好无歹。Prvenstveno jedna poboljšanje cirkulacije, poboljšanje rada srca, rad pluća, znači elasticiteta krvnih žila, što je vrlo bitno, pogotovo kod starih ljudi, i jačanje imuniteta u ove zimske razdoblje. 冬泳唔是干那伫去到埃西亚才有，不过当地专家讲，冬泳的传统是因为因认为海水会使促进健康。伫咧19世纪奥匈帝国的时代，乌帕提亚就因为气候真凉冷，风景真水，真做知名的海水浴场。当时普遍认为海水会使改善健康、安打精神，所以自大官到老百姓拢会来这游水。When you look now, Kvarna Bay is a big spa center here at the Adriatic Sea. And why is this? Because it's always been like this. So like it was 150 years ago, it's today the same. We use the nature and we use climate and nothing really changed. 伫去到埃西亚，乌帕提亚冬泳上界出名，当年拢会上新闻版面。寒冷的天，寒冷的海水，热烈的氛围，无论是当地人也是观光客，大家拢喜意。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
北部地区15度至19度。中部地区16度至24度。南部地区19度至25度。南部这边18度至22度。外岛地区13度至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